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14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昨昏总统大选上新的消息。第16届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昨昏开票的结果出来啊！民进党正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甲萧美琴以558万6019票选调，得票率是40.05%。中选会公布总统候选人得票情形，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萧美琴得到558万6019票，得票率40.05%。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赵少康467万1021票，得票率33.49%。民进党候选人郭文哲、吴欣盈369万466票，得票率26.46%。总统候选人伫各县市的政治版图，赖萧配伫6都在内14个县市胜出，毋过伫基隆版图当中有力转拿。后空配伫8县市领先，总统、副总统选举人数是1954万8531人，投票率是71.86%。记者综合报道。2024的总统大选当选的是民进党的赖萧配，不过赖清德做总统，国会煞无法度过半。赖清德讲，未来的人事布局会无分党派，用人为才。伊嘛强调讲，支持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伊做总统重要的使命，要用对话来取代对抗。2024总统大选，民进党打破8年一变政党轮替既定传统，摕到4成得票率，收掉这种的成绩。不过伫这边国会选举，民进党无摕到过半席次，是南绿白三党拢无过半，表示以后单一的政党无法度主导议程甲选举。民进党要安怎甲南白两党策略联名，真受注意。选举结果告诉我们，人民期待有能力的政府和有效率的制衡。这新的民意，我们充分理解，完全尊重。面对新的国会结构，台湾必须走向沟通、协商、参与、合作的政治。赖清德强调，以后的人事布局将会秉持民主大联盟的精神，用人无分党派，跨过政党的界线。施政方面将会以各党派拢有共识的议题优先处理。不过面对台海局势紧张，要怎避免战争？伊讲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做总统的重要任务。我将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用交流取代围堵，对话取代对抗，自信地和中国展开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的福祉，达到和平共荣的目标。然而，面对中国的文攻武吓，我也有守护台湾的决心。赖清德在这边延续民进党执政，伊讲这代表台湾甲全世界讲，伫咧民主甲威权人民选择徛伫咧民主这边，台湾人民用行动抵抗外部势力介选，未来国家会继续行伫咧正确的路，袂行回头路。外国媒体关心台海局势可能互台湾企业像半导体伫咧海外布局带来风险，要安怎应用？只要对等尊严，台湾很乐意跟中国彼此交流合作，未来。我会大力的来协助半导体产业，从材料、设备、研发、IC 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产业链。以后民进党伫咧国会无搁再一党独大，对内面对内政的推动，对外也有两岸交场的挑战。赖萧配赢到台湾的选举，如果要安怎伫咧美中之间找到平衡点，让考验赖清德的智慧。记者综合报道。那国民党的侯康配这一届无法度完成政党轮替，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昨昏甲支持者行礼表示遗憾，嘛恭喜民进党赖清德甲萧美琴这届选调，而且甲执政者话讲，都爱甲百姓藏伫个心肝内。抱歉，对不起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向支持者深深鞠躬，国民党后空会祝福民进党赖萧配无限政党轮替。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13暗时间去开票之夜舞台，在副手赵少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等人陪伴之下，家己宣布败选。对选举结果，台下支持者真失望，侯友宜表达12万分的歉意。国民党
全党上下一心，各阶级以及我们各县市空前的团结，但很可惜，没有完成政党轮替。侯友宜感谢赵少康、前总统马英九、前副总统连战、萧万长、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等人的大力协助。另外，上感谢人是警办执行长金虎聪，在上困难时阵出来力挺。这一场最艰巨的选战，他愿意牺牲奉献，义无反顾。真的，谢谢金主席长。今天的选举的结果，他还是坚持。成功不必在我，失败他愿意跟我站在一块。尊重人民的选择，侯友宜恭喜民进党热清着萧美琴胜选，各话声唔通辜负个人的期待。执政者爱听人民的声音，打造青年政府，国统派应对选后面对挑战，团结做伙。这场选战让我感触最深的，台湾面对了台海安全的问题，面对了美中台的关系，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面对，让台湾的民众有一个安定的生活。我们希望有不好的地方，人民的期待的声音你要听进去以外，以及要打造一个青年有效率的政府。办选的一步要安怎行？侯友宜表示，各工会继续工作，也发声支持者将备份的力量转化成组，监督政府的力量，也是台湾进步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正副总统候选人郭文地甲吴欣盈，伫这一届大选是摕到369万票，创造三党徛起的新局面。因昨昏暗时去竞选总部宣布败选。郭文地强调讲，伊袂放弃，会带领民众党继续来拍拼，嘛话讲4年后要阁赢倒转来。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支持者情绪正嗨，有其话声。民众党正副总统候选人郭文天、吴欣盈13晚8点外到竞选总部宣布败选，感谢369万的选民伫这边的竞选投票支持。要先跟大家说谢谢，因为在这场选举当中，在蓝绿的夹杀之下，还有那么多人愿意挺身而出来帮忙我们。面对蓝绿的高墙，不曾放弃，坚持到现在这一刻。我们不会因为挫折就放弃，只要我们继续热爱这个台湾，只要你们还坚持，只要你们不放弃，我们也就没有放弃的理由。郭文天讲，民众党这边经小业务款拼选战，向世界证明台湾唔单只是拿到形成三卡都全新的局面，也强调伊袂放弃，会带领民进党继续努力，讲会伫4年了赢大。只要我们继续努力下去，下一个4年，我相信我们会赢得更多的认同，团结更多的力量。下一次，我们一定可以执政，一定可以赢回这个国家，自信的把票投给柯文哲。把票投给台湾民众党。看到支持者伤心流目屎，郭文天叫大家相信一暗就好。也讲民众党的公职，14早起照常7点半上班，开始讲这无分区立委抢到的背息。对败选的原因，伊讲会负上大的责任，进行检讨的工作。伫现主席未请示党主席。在现阶段，你知道哈，我现在一辞掉这个党就四分五裂，暂时我还是需要工作一阵子。既然台湾民众党要扮演一个关键少数，他就不会固定说要跟谁合作。我们按照议题讲的有道理，我们都会支持；讲的没有道理，那为什么要支持他？再来，国会三党无过半的局面，郭文天讲，民众党的正在关键少数，未固定甲多一个政党合作。伊若是不是支持国民党立委韩国瑜竞选立法院长，将会交予党内会议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道的大代志拢集中伫咧大选的结果甲分析。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宣调即届2024的总统大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日本外务大臣是拢发声明甲伊恭喜。布林肯讲，期待甲赖清德共同推进美台共享的利益甲价值观。后面嘛发声明恭喜台湾的选民，不过无讲到赖清德。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这一届摕到总统的大位，得票率干了4成，加上执政党伫咧国会无过半，未来行政院长爱有普选战功，搁有行政经验等等的条件，才较有法度。过来，咱来看自由时报。根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部分区的选票得票率3%以上的政党，一直到迄一届立委任期满为止，会当摕到政党的补助金，1年1票50块。这届选举的结果，敢若有民进党、国民党甲民众党通过这个条件。未来拿着两党每1年会当摕到超过2亿以上的补助款，若民众党初步估计会当摕到1亿5千万以上。民进党赖清德当选这一届总统，不过伫国会，民进党的席次是比顶一届较少，敢若摕到51个席次。若国民党是52个席次，民众党是8个席次。呈现3党无过半的局面，若民众党可能真早影响立法院决议关键的少数。挑战桃园市第5选区国民党陆玉伦高声化胜利，家己宣布当选完成立委4连霸，赶快为国民党守住国会一席的要告台中的颜宽恒，和首成功拍败民进党现任立委林静怡，夺回4年失去的立委席次。请白色用纸的史卡辛伫台北市第7选区宣布当选，第一摆进军国会。我会继续保持我的个性，那这个生死看淡，不服就干。那接下来会继续的跟未来的政权监督到底。我们赢了！另兄弟南台湾铁票仓也守住席次，民进党的党内新人高雄市议员黄捷接棒赵天林跨区参选成功，赶快用议员身份杀进立院的，也有台北市第2选区的王世坚开票了后，一路领先国民党的游淑慧。我有信心，我进去。我可以发挥即战力，我马上就可以上手做事。不过，争取连任新北市第12选区赖品孚，甲国民党廖先雄等开拼场，最后赖品孚后天宣布败选。这场立院争霸战，可惜立委席次甲顶一届比，立下大概38席，国民党是39席，民进党无摕到席次。还是先深刻的去检讨这一次我们哪里做的不好吼，那哪里做的不好，哪里需要再加强。那作为下一次，我们就预备下一次。在区域立委去了，按国民众党在政党票是提悬，在部分区立委提8席，而控制处国会会有新气象。国民党提52席次，正做上大党；民进党是比顶一届减少守住51席，民进党提8席，时代力量是无摕到任何席次。不过，那特别立委席次拢无过半，民进党第3大党正做关键少数，未来在换议题也合作，也有激烈政治攻防。记者综合报道。那34席无分区的立委，这个结果，国民党甲民进党是拢摕到13席，民众党摕到8席，3个党拢无过半。不过时代力量、亲民党甲台湾基进这个小党，政党票流失，这届是拢无摕到无分区的席次。选举的结果出来，在无分区立委方面，过5%卡的政党有民进党、国民党加民众党。根据中选会所公布的资料，民进党以36.16%的得票率摕到第1，抢到13席；国民党34.58%的得票率得伫咧后壁，同款摕到13席；民众党是22.07%得票率摕到8席，是第3悬票。不过时代力量、亲民党也个台湾基进这块小党，拢无摕到无分区的席次。3党无分区立委的当选名单，民进党有林月琴、沈碧阳、张雅玲等13人入去立法院，排第15的陈培瑜受到妇女保障名下列入无分区立委。国民党当选的名单依照顺序是韩国瑜、郭志温、甲陆军等13人，其中排第1的韩国瑜不做过3届立法委员，是毋是会选立法院院长，外界正关心。若民众党是摕到8席，包括黄珊珊、黄国昌、陈昭珠等人，以后将会是关键少数。这边选举出现分裂投票，民进党、民众党的政党票拢比总统票较少，国民党的政党票是悬过总统票。立法院3党拢无过半，进入一个新建国时代。记者综合报道。这届大选是真竞争。各界关注的焦点包括未来内政，民进党要安怎甲南北来合作，也有伫外交，两方之间安怎变化，嘛牵连台湾、美国甲中国的关系。谢谢所有台湾人民。
感谢支持者爱好顺利提总统大会，大选结果当选人民进党赖清德继续入席执政，为一开始赖清德得票超过100万，一路气势就一直冲，提得票数4成。这摆大选，咱特别三卡都竞争激烈，那也发出集中选票，要拼政党轮替。集中选票事实上就是所谓的弃保了。那么这个弃保当然一定会有，但是显然这次看起来的话，弃保所发挥的这个比例应该不算太高。被弃的选民选票呢，也不见得完全转移到蓝营，可能也有部分转移到绿营。好，所以蓝绿都会有。学者分析，所谓的弃保效应并无出现。不过，这摆大选竞争激烈，投票率袂歹，马北得票率合起来差不多6成，显示对历行执政8年不满。中间甲少年选民出来投票，因为投票取向真作关键，一路都来原体得到年轻世代支持，和选情变化莫测。年轻人大部分对蓝绿的这种结构来讲非常不满，他们不会去投民进党，但是也不会去投国民党，但是他们选择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一个不满的一个诉求。年轻人大概不太传统上不太会去政治型的这种场合，确实，底下群众的组成比例大概有1半都是年轻人。学者认为，台湾选举真大程度触发台湾内部甲外部问题，外交上台海和平一直甲美中台之间的微妙关系真密切，而且中国改选情形也继续干扰选情。内政上，贫富差距、土地正义这议题长期列入民患，拢牵动选情发展。赖清德当选，他等于是颜面无光，习近平颜面无光，所以他应该是要会有一些比较强烈的动作，去想要惩罚台湾的选民。蔡英文时期其实释出了很多善意嘛，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不管再怎么样释出善意，其实都差不多了。在野党更负责任的把理由说清楚，然后并向社会大众说明说，我们是理性监督，而不是单纯的正式意识形态对立。这也是接下国民党我们应该去改正跟调整的一个空间。选赖清德赢，两岸关系顶悬赖清德如何维持现状，牵动美中台之间微妙关系。在国会席处顶悬，三党无过半，另也如何甲南北合作，和新总统赖清德未摆卡，拢是关注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推广在地产业，带动观光，南投县乡甲农业部争取经费，甲农业区来做伙举办做红茶体验活动。除了参观园区、食特色的好料理，游客嘛会当坐落来学暖茶，体验强美食团的功夫，而且更加了解红茶文化。家地叶堆做一丸一丸，刷落来出来客时暖，动作看起来真简单，不过煞真注重功夫。伫爱甲叶针暖出来，伫发酵时茶味的滋味才会愈厚愈好啉。南投溪里乡的红茶介出名，不过科技进步，机器代替人工，真暖茶技术用美食团，设置社区特别办导览，互游客当亲身来体验红茶制作流程。我们一般在外面喝的茶，都是就是机器揉的，比较没有那种本土的感情。这个揉茶过程，我觉得非常疗愈，尤其是对一个都市化的人来说，透过导览，他将我们整个涉水社区的故事，就是他们当年如何的就是生产茶叶这个过程。为了推广在地产业，带动观光，溪地乡公所向农业部争取经费，结合两大休闲农业区，举办红茶产业小旅行。唔但会当家己暖茶，现场阁展出日本时期挖一世纪的暖茶机，互民众入捌在地历史文化。材质无同，所以伊做出来的茶味，啉起来感觉会无同。咱这做起来，伊会偏一种蜜香的甜甜的味道。白铁也无，白铁也无。会当互民众乡亲更加熟悉到咱的庄头，将这个资源撒向咱每一个角落，互咱更加侪游客吼来到咱溪地乡。乡长表示，导览有包含暖茶体验、特殊料理，游客阁会当伫湖边散步，欣赏南投的自然景观。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会当互大家心情放松松，看到溪地乡的水。记者综合报道。高头果唔但有真丰富的维生素 C， 嘛有真丰富的营养的成分，而且真侪人拢真介意食。其实高头果这种水果，唔但是干那伫咧山顶或者是较寒的国家才会当种。伫咱台湾的屏东，有农民种的高头果，较唔惊热，会当挡咧烧热的天气，而且会当等栽赃黄的时阵才来采收，而且比进口的还佫较甜，佫较香。酸酸甜甜、营养阁好食的高头果，咱台湾主要是伫咧气温较低的山顶种植，也是爱对纽西兰一寡国家进口。
不过其实毛伫咧气温较悬的冰冻买当种的品种。我们自己种的这个，我们在树上的成熟度比较高，它本身的香气就比较浓。啊，像进口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要因为运输的关系，他们可能6分啊7分，他们就要采了。在地种的高头果，因为会当等搁较9分才来慢，所以比进口的搁较甜、搁较香。虽然基山1号这款品种较会抗热热，不过农民嘛是用3冬投入真侪心血来栽培，研究出会当稳定产量和品质的种植方式。大概过年前后剪枝的话，大概隔1个月花出来，再往后加5个月，4个月到5个月，大概就是采收期。农民打造芒仔式，坚持唔抓农药，来种健康的高头果，嘛开放民众去园里参观、甲举办，希望好多侪人知影，屏东买当种高头果，吸引愈侪消费者。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愈来愈侪人会饲动物伴，因为动物治疗伫咧197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伫俄亥俄州有一个因为车祸截肢的病人，伊有收养一只猫仔。但不时，伊就会带这只猫仔去病院、去学校。这只猫仔就亲像动物治疗师同款，安慰需要帮助的人。另外，伫路西亚做动物治疗的是一只白色的马，伊会伫莫斯科的安宁病房甲患者做伴，互因温暖。俄罗斯技工科兹尔看伊的爸爸伫特里西伫莫斯科各地的安宁病房内底，为2021年11月开始，伊就一直安尼做，互需要长期照顾病人一寡安慰。Дитрих прекрасен, и им хочется делиться со всеми. И я подумала, что в хосписах у людей н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взять и приехать на конюшню или там, погулять, пообщаться с животными. И мне кажется, этого животного тепла, животного общения им не хватает. И мне приятно, что я могу людям дать таку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икоснуться к прекрасному, мягкому, пушистому, доброму животному. 小粒子的爸爸伫特里斯已经23岁，伊真搞怪，有搭志的习惯，而且用来捡其他人的主意，得到4小啊。莫斯科医护人员也过来帮，因讲伫全世界真侪所在，拢提倡动物辅助治疗，缓解病人的孤独感。另外，67岁美国俄亥俄州居民文格尔真爱猫啊，也是非政府组织宠物友伴训练员。伊因为车祸失去一只脚，伊收养一只失去倒后脚因果地毛猫啊，洛拉博尔。文格尔伫参加这记者联名会议的时阵，将洛拉博尔放入宠物车内底。迄时阵参加会议的人拢过来，伊就知影洛拉博尔会成做真好的动物治疗师。My friend in Missouri, at the rescue, somebody brought her in. She was only about maybe 4 weeks old, if she was that. And her back legs were all twisted. And from a birth defect. 文格尔甲伊猫仔是透过宠物友伴这非政府组织参加动物治疗专项，然后因到病院疗养院或者是学校，互大家安慰。The goal of a therapy animal intervention is to share the love, the warmth of an animal, to assist in whatever treatment objectives already exist for the client or the person receiving the services. 文格尔虽然失去一只脚，也想尽各种办法救伊的猫仔罗达博尔，不过伊对伊甲猫斗阵做的志工工作充满热情甲感激。伊讲这是真有意义的经历，为当中得到的收获，就甲伊所拜访的人共款济。公司新闻新闻配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11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3度至21度。那个未来这3天的天气。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